歡迎你使用呢一輯嘅個人靈緣默想指引。我哋今日會默想馬太福音第5章嘅第13節，而默想嘅焦點係你們是地上的鹽。喺開始靈語之前，讓我哋先調校好自己嘅坐姿，用腰背挺直而放鬆，雙腳平放喺座位上邊，腳掌係腳踏實地，讓自己嘅身體能夠既保持放鬆又保持專注。我哋可以透過自然嘅一呼同埋一吸，吸入神對你嗰份無盡嘅慈愛，然後你慢慢嘅呼出對主嘅嗰份渴慕。讓我哋透過慢慢嘅一呼一吸，嚟到去幫助自己停落嚟、靜落嚟，進入寧靜同埋專注，去意識主呢一份生命賜予嘅臨在。假如你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嚟到繼續安靜，你可以暫停播放，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假如你已經預備好進入靈悅，我邀請你將自己心底裏邊一個最深嘅渴望帶到主嘅面前，向佢求恩。我會為你誦讀經文3次，等你用心嘅聆聽。喺每一次誦讀之間都會有時間俾你去默想，去留意經文對你嘅吸引，又或者對你嘅觸動。當你留意到神透過呢啲觸動有說話要同你講，又或者你有啲說話你好想同神講，你都可以好自然嘅進入心頭嚟到同主對話。喺整個過程裏邊，假如你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嚟到自己做誦禱、做默想，又或者做心禱嚟到同主對話，你都可以隨時嘅暫停播放，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馬太福音嘅第5章第3節，主耶穌話：你哋係地上嘅鹽，鹽如果失咗味道，點樣先至能夠叫佢再鹹呢？佢唔再有用，唯有被丟在外邊，任人嚟到去踐踏。主耶穌一開始就指出，你哋係地上嘅鹽。主耶穌並唔係話我哋要做鹽，而係指出我哋確實係鹽。請問你意唔意識自己嘅本質？你嘅 being 確實係地上嘅鹽呢？
請你繼續嘅默想，留意觸動，同主對話。你哋係地上嘅鹽，鹽如果係失去咗味道，點樣先至能夠叫佢再鹹呢？佢唔再有用，唯有被丟棄喺外邊，任人嚟到去踐踏。主耶穌話：你哋係地上嘅鹽。請問你意唔意識自己一早就已經被賦予從神而嚟內在嘅價值同埋影響力？你又能唔能夠為神所賜畀你嘅呢個內在嘅價值而獻上感恩呢？請你繼續默想，留意觸動，同主對話。你哋係地上嘅鹽，鹽如果失去咗味道，點樣先至能夠叫佢再鹹返呢？佢唔再有用有價值，唯有被丟棄喺外面，任人嚟到去踐踏。請問你能唔能夠好自然咁去流露，同埋滲透出你內在生命嘅影響力呢？有冇啲乜嘢嘢阻礙咗你去發揮從神而嚟嘅呢個嘅影響力呢？請你繼續嘅默想，留意觸動，同主對話。
聲，讓我哋嚟到進入默觀嘅部分，讓我哋透過默觀同主，就係呢位肯定我哋係地上嘅鹽，呢位願意去咁肯定我哋嘅主，我哋同呢一位嘅主彼此嘅對望，讓我哋去凝望主，佢係點樣帶住愛嘅嚟到去凝望自己，唔需要講任何嘅說話，只需要安息喺主嘅懷抱，享受主佢自己嘅同在。喺結束嘅時候，我鼓勵你將剛才你自己一啲最深刻嘅體會、領受都寫低落嚟，成為你今日嘅靈修札記。願意你繼續喺生活嘅當中帶住主嘅呢份同在，帶住主對你嘅嗰份嘅肯定，亦都繼續喺生活裏邊去活出你作為地上嘅鹽嘅嗰種嘅影響力，願神親自嘅賜福俾你。